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4年3月21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18篇第1节到第2节，19节到29节。申命记16章第1节到第8节。腓立比书第2章第1节到11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模范。基督福音是安怎受接受的？基督教的教会怎样成做全世界上大的宗教之一？当然是因为有早期殖民政治带着宣教师，以后有宣教机构、宣教师以及各所在教会基督徒的见证。因为亲像罗马书10章13节到18节，保罗伊所讲的话，亲像圣经所讲，既然呼求主的名的人必定得救。但是因无信，怎会呼求？无有听过，怎会通信？无有传讲，怎会通听？无有人受差派，怎会通传？就亲像圣经所讲，传福音的人，因的脚迹偌尼水，但是并毋是每一个人拢接受福音。以赛亚捌安尼讲过：主啊，啥物人相信阮所传的信息？可见信是对听来听是对基督的话语来。但是我要问，因真正无听过信息吗？当然听过。咱知因为有人做见证、宣扬福音，诚做模范，才会当吸引人进入伫这个信仰内底。以色列人生活经验，嘛是一个真典型的见证。上帝怎样着伫这个历代这中间来保守以色列人，伫互因诚做世界人所注目的这代志。申命记16章第1节到第8节，记载着搬过节的条例。恁着伫阿比月守上主恁的上帝搬过节，因为上主恁的上帝伫阿比月一个暗暝带恁出埃及。就伫上主竞选互恁服侍伊的所在，上主恁的上帝献牛甲羊做搬过节的祭物。搬过节的食物毋通有价，恁着食无价的饼7日，因为恁离开埃及地的时真赶紧。食的是无价的饼，这种饼嘛叫做困苦的饼，恁着食。互恁一生纪念出埃及脱离苦难的日，伫恁的境内7日久，逐个人一厝拢毋通有价。头一日的分所献的祭物，毋通留到天光。恁毋通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任何一个城献搬过节的物。只有通伫上主恁的上帝竞选互恁服侍伊的所在献，着伫日落的时献，因为恁伫日落的时出埃及。着伫上主恁的上帝竞选的所在行来食，加早起才倒去恁兜。恁着食无较饼6日，第7日举行严肃节，敬拜上主。恁的上帝毋通做工。其实以色列人守搬过节以及度假节，就是咧见证上帝奇妙的救恩。为着信仰上帝设立的模范，但是人是软弱的，常常会失败，失去着美好典范的机会。保罗写腓立比教会的批信中间，提到着耶稣基督的谦卑，
伊家己诚做一个顺服做世间人的现在的大罪羊羔，就诚做上美好的模范，是咱学习的对象以及终极的目标。因为安尼，军队基督的人就被称做基督徒。所以必须第2章第1节到11节提到着，基督是咱的模范。既然伊甲恁甲基督有结连，得到激励；既然恁对伊的疼有得到安慰；既然恁甲圣神有团契；既然恁有经验上帝慈悲怜悯，恁就有相款的心智、相款的疼心、和谐的感情、一致的想法，通互我充满欢喜，毋通自私自利，嘛毋通追求虚荣，反倒着有谦逊的心，看别人比家己较敖。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，嘛着顾别人的代志。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，伊原本有上帝的身份，却无滥用甲上帝平等的地位。伊反倒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，出世甲人共款，用人的形体出现。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，甚至死伫十字架顶。因为安尼，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，使伊超越万民的名号。安尼，为着敬重耶稣的名，天顶地上地下一切骹顶的骹头夫拢会跪拜。逐个嘴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，来荣耀俾上帝。简单来讲，基督徒若是无效法基督，就不配被称作基督徒。这也是使徒行传11章26节所提到，讲到基督徒这个称谓是对这个安提阿开始的。因为迄一群伫安提阿的军队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，伫因的心上竟然看出着基督的模范。咱是毋是有耶稣基督的旁开，有基督的模范伫咱的心上呢？诗篇118篇第1节到第2节，19节到29节，为着胜利感谢上主，就感谢上主，因为伊是神，伊的慈爱线到永远。原以色列讲，伊的慈爱线到永远。甲我开公义的门，互我通入去感谢上主。这个门是上主的门，只有正直的人会当入去。上帝啊，你有应答我，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互我得到解救。起厝师傅起杀的少，已经成做上重要的技巧。这是上主的作为，咱看起来感觉真奇妙。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，咱着欢喜，着庆祝。上主啊，阮求你解救阮。上主啊，阮求你，互阮兴旺。奉上主的名来，迄位应该受称赞。阮对上主的殿祝福你，上主是上帝。伊互咱光明，着举手机参加庆典。有形来到伫这段的四角头遐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感谢你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宣扬你的伟大。要感谢上主，因为伊是神，伊慈爱线到永远。感谢主赐阮救恩，借着耶稣基督设立的模范，互阮通学习。求主帮助阮，愿意诚心实意领受救恩，学习基督，活出见证，
荣耀主的名，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生命救，阿门。